画面上看到的这本册收录26位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，这是中华日报所出版的《勇者无惧》。这本册不但受到好评，更有侪善心团体发起观测活动。《勇者无惧》呢是中华日报人生典范系列第3本。我们就是一个在地的媒体嘛，希望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，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写人物传记。那以前呢都是写台南市，今年这一本呢已经跨出了台南市，我们写到新北、台北、高雄、屏东、彰化都有。对，都有。我们动员我们全国的记者，大家一起来写。观众仪式在台南市图书馆举行，由市长黄伟綽代表接受。伊感谢中华日报出版这本册，让更较侪人知影这个无名英雄的故事。无名英雄就是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，也许在角落中一直默默的做好他们自己的事，而且帮助很多人。那这个除了，可是如果我们想想，如果能够让这些无名英雄他的事迹跟他的人能够被知道，那不是更好？那所以说，这个勇者无惧当然不是无名英雄，这26位，他们真的是让人家想要留下他们的芳名的英雄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一共有个人也有基金会，一共捐赠了全部是690本哈，包括财团法人义昌文教基金会、薛伯辉基金会、康乐乡公司。那个人呢有苏景文、王美霞、侯志远先生。那当然，我们中华日报呢，我们自己也捐了100本。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本书。这摆捐赠的对象为台南市各学校、台南市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以及各县市图书馆，总共690本。中华日报表示，写册是为历史留记录，希望借着捐册，互善以及爱循环继续延续落去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